50万、500万，就是不能让他把人给我买走，明白吗？是。都听着，抗旨逃犯赵宝琴乃非常之人犯，必须以非常之价出售之，今叫价500万两，你还买吗？啊！秦哥500万！姑娘，姑娘，你别吓我！姑娘，你别吓我！父亲，父亲大人，宝琴，你如何回来了？父亲，我必须得回来。京堂大人有令，赵府之子赵宝琴与其父共同拘押加号，听候圣裁。放屁！犬子无官无爵，竟与有关爵者共同处置，你家京堂大人要枉法不成？嘿嘿，老爷子，贵公子原是不该在这儿，方才贵府卷口发卖，你家公子这价位太高，高到500万两银子，这他没人买得起呀，所以我家京堂大人这才高抬贵手，让你们父子在此团聚团聚。这可是我家京堂大人对尔等的恩典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来人，将赵宝琴加号拘押。是。你们。走。父亲，宝琴，英哥，哎，这轿子不用了，你去把它交还给齐姐姐。姑娘，你不是来见你老师的吗？如何让轿子先回去啊？因为我不回去了。姑娘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薛姐姐，幸会，林妹妹，真是没想到。二奶奶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劝劝我家姑娘吧。她说她这就要进去，还说她不回去了。我明白。妹妹，我若是猜得不错，你是因为秦哥在这儿，所以要去投案。这么多日子，我一直耍性子，不肯见他。可这会儿，我也该陪陪他了。薛姐姐此次前来，恐怕也是一样吧。或许我比不上妹妹的情谊之深，可我与秦哥的关系，毕竟多出一层。夫唱妇随，此其实也。薛姐姐，请。林妹妹，请。哎，姑娘，二奶奶，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嘛？哎呀，天哪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禀大人，薛二奶奶和林姑娘前来投案。什么？投案？是，薛二奶奶和林姑娘都说是来投案的。啊，
倒是有情有义，生死相随呀。惊堂大人，这……先把人拘押在西厢房，好生待遇着，别委屈了他们。是。哎，真他奶奶的会给我出难题，还是一道无解的题啊！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，赶紧的帮我想个点子，把这事儿给我弄妥帖了。这事儿啊，他就妥帖不了。那秦二奶奶还好说，大人还没想把她也收了房，所以她的事儿倒简单。等明日接着卷口发卖，把她也弄到崇文门去，这就结了。可大人那位朝思暮想要娶为京堂夫人的林姑娘，她可就难办了。大人要是公事公办呢，他早就该给买卖3回了。可大人不会这么办，大人恩宠着她呢。可问题是，那林姑娘在他心里头，大人恐怕除了是他的老师，就再没别的了。他的情谊呀，都在那秦二爷身上。那秦二爷活着呢，他就跟着一起活；那秦二爷要是死了呢，他准定跟着一起死。可我不准！不准他俩一起，这个嘛，京堂大人能做到。可若是秦二爷死了，大人要拦着林姑娘，不准她跟秦二爷去死，这个，大人就是再有神通，恐怕也做不到。把本官搞急了，我就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这个大人能做到，可这煮出来的饭，它能好吃吗？再说了，大人就是把饭煮熟了，恐怕也拦不住林姑娘去追着那秦二爷寻死。这么一来，大人可就亏大发了。因为大人先把饭给煮熟了，就是说，林姑娘先成了京堂夫人，然后去寻死，寻的是秦二爷啊。可大人呢，还得给他大办丧事，因为他名义上倒是大人的京堂夫人。哎呀，这么一想啊，大人真是不划算，很不划算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会那么蠢吗？接着帮我想啊，你要是不想妥帖了，人就先拘押着再说。什么？投案？他怎么会这么愚蠢？哎呀，愚蠢的还真不止我家姑娘一个，秦二奶奶也一样。什么？秦二奶奶也投案了？可不是吗？2个人还姐姐妹妹的手拉手进去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外头，不让我跟着。这林妹妹愚蠢也就罢了，难道那个秦二奶奶也糊涂了？禀住持，嗔贝勒爷求见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莫非贝勒爷听说了此事？不是听说，秦二爷给抓起来的时候，嗔贝勒爷也在场，姑娘当时就晕倒了，嗔贝勒爷也看到了。这么说，他是来商议救人的。就是啊。启玉师傅，这回你得见人家，人家是为了咱们。请贝勒爷去查事，垂帘一时。是。给嗔贝勒爷。贝勒爷请。多谢。启玉，嗔贝勒爷，贫尼乃云翠庵住持，
是。住持，住持师傅，我急着来见师傅，因为秦二爷、秦二奶奶，还有林姑娘是你我共同的好朋友。今日发生的事，我一时也没了主意。真贝勒爷侠肝义胆，贫尼佩服。可贝勒爷都没办法的事，贫尼又何德何能，敢蒙贝勒爷垂询？行了，曲月，你跟我就不要说这么多客套话了。贫尼不是客套。真贝勒爷何等身份，贫尼岂敢失礼？至于贝勒爷要的办法，贫尼以为解铃还需系铃人。要解决此事，还是要溯及源头，方为上策。在这边抓人抄家、发卖卷口的京堂大人，他不过是奉上谕行事，说穿了，他不过是皇上使唤的一条狗。你说到点子上了，源头。如果真要说起这个源头，恐怕还在宫里的贤德妃那里。真贝勒爷为何这样说？一切全因为那件惊天大案。只要谋杀小皇子之人，与贤德妃无关，则赵府的一切都还有救。贫尼听不大懂，贝勒爷所言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件案子过于深刻，我懂得也不多。师傅，禀师傅，赵府家来人了，他们是来报喜的，说秦二爷乡试中举，而且中了第1名。什么？请问哪位是赵宝琴赵老爷？小的奉命前来报帖。哦，这位差官原来不知，现在赵府正在查抄中。赵宝琴也是戴罪囚犯，不知他何喜之有啊？那这事可就难办了。前时乡试啊，赵宝琴赵老爷考取了第1名，不料张榜多日，这寿带和喜帖都无人来领。这眼瞧着会试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咱家堂官大人都快急死了。这位大人，您想啊，这会试乃是我朝轮回大典，殿试3甲更是皇上亲自主持。若是乡试第1的赵宝琴赵老爷他不参加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所以咱家堂官大人就差遣小的来赵府问问，难不成这赵宝琴赵老爷他是生病在家，所以才不能前来啊？哦，不，他倒是没病。京堂大人，哟，哈，琛贝勒爷，我此番前来，是应急速请赵宝琴赵老爷出来接受报帖。琛贝勒爷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他虽然说是没病，他却有罪啊。京堂大人，我圣朝立国人才第一，科举会试当今圣上更是亲自命题，殿试亲自监场，事后钦点3甲，更是举国大典，可以说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。京堂大人，若是中途将会试报帖给拦截了，不准赵宝琴参加会试，这罪过我怕你担当不起。贝勒爷，你怎么能说这报帖是本官给拦截了？再说了，赵宝琴他不能参加会试，不能说是本官的罪过吧？其乃戴罪之身，你让本官我如何处置？当然是特事特办，特别通融。特事特办。可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来，我看这么办，请京堂大人这边通融着，这就让赵宝琴前来接受会试报帖，本贝勒到皇上那边去通融通融，请一道恩准赵宝琴参加会试的特旨。你看这么办可好？贝勒爷，您能请来特旨？你这里若是丝毫不能通融，那就等我把特旨请下来以后再说吧。不，能通融，这里能通融。来人啊，在，请出赵宝琴赵老爷，接受会试报帖。是。糊涂，
赶紧着，打开枷锁。是。这位差官，您就是赵宝琴赵老爷？我是。过来，快！乡试第1名。哎，别，弄错了吧？我不曾去参加乡试啊，弄错了。秦二爷，给你什么，你都要收着。敬堂大人，我去办我的事。我的意思，秦二爷的家就先不要带了。若是皇上的特旨颁下来，秦二爷倒给惊堂大人弄坏了身子，参加不了会试，这个责任你可担当得起啊？是，我确实担当不起。来人，请举人老爷暂居东跨院的东厢房。秦哥哥，抱歉，李妹妹，薛姐姐，你中了乡试第1，这下你可光宗耀祖了。我没去参加乡试，薛姐姐真不是我考中的。抱歉，你听我说，不管是谁考中的，如今你有了这个乡试第1名，就会有机会参加会试。我相信你一定能考得很好。林妹妹定然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薛姐姐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，你如何知道我想什么？若在平常，我不会知道，可是今日，我绝不会猜错你的心思。宝琴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只要能参加会试，你就要争取到3甲。无论你中了状元、榜眼，还是探花，就一定能见到皇上。那时，你就能把咱们父亲大人所受的冤屈禀明皇上。皇上看重人才，或许可以减轻父亲大人的罪过。宝琴，还记得你我争论过什么是不忍之心吗？你就是再讨厌科举，可如今这科举却有可能救父亲大人的命，救全家人的命。那你就要鼎力去做，不是因为你喜欢做，而是你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大人被查办，家人家族被毁灭。宝琴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你会去做的，是不是？方才陈贝勒也说，他要进宫去，请一道特旨来，一定要让我参加会试。他和薛姐姐的心思是一样的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有陈贝勒爷帮忙，这事儿准能成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咱们家的大难恐怕就会有转机了，而这转机竟然就在咱们宝琴的身上，真是谢谢老天爷啊！他的这个乡试第1名，是你带他考下来的。嘘，我告诉你，是我考下来的，我是不是很棒啊？你先别告诉宝琴，这是咱们俩的秘密。薛姐姐，林妹妹，薛姐姐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快告诉我知道啊！看，看，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皇上的意思就是让秦二爷去参加会试，不过此事恩出于上，实属特例，还是不宜声张。皇上颁下来的
就不是特旨，而是密旨。密旨好啊，敬堂大人可知道这密旨好在哪里啊？这么一来，本贝勒不必宣旨，敬堂大人也免得跪了。贝勒爷说的意思，卑职明白，卑职明白。此次会试，乃轮魁大典，不可掉以轻心。与事者，必得精心备考，方不负皇上圣恩。所以本贝勒还有一层意思，皇上既已格外施恩，那么敬堂大人若是懂事，懂，卑职懂啊，卑职懂啊。来人啊，请出赵宝琴赵老爷，还有薛二奶奶和林姑娘。是。皇上圣明远虑，必得也无遗贤，故而考得乡试第1名的赵宝琴赵老爷，虽有罪案在身，今皇上仍格外施恩，允其参加会试。本京堂也决定，特事特办，允将赵宝琴夫妇释回其宅，派差役内外伺候，供其差遣，直到赵宝琴参加会试之后，再领圣裁。至于林姑娘嘛，其居于云翠庵，原就是本京堂奉御特加保护之所，今宜一体释回。贝勒爷，您看这……好啊，你处置得很好啊。秦二爷，咱们走吧。贝勒爷，多谢了。看你说的。秦二奶奶，贝勒爷，林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妹妹，林妹妹，妹妹，哎，林妹妹，宝琴，妹妹，宝琴，宝琴，宝琴，若是在日常，你要做什么，我不会拦着你。可如今，你的肩上扛着家人和这个家族的生死，你若是对家人、家族还有不忍之心，其他的事情就暂时忍一忍吧。我相信，我说的这些话，林妹妹也会明白。妹妹。妹妹，妹妹，宝琴，秦二爷，秦二奶奶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护送林姑娘去云翠庵。回来了，爷啊！来，我每天都要来这林子里吊嗓子。这草宅原是我临时歇脚的地方。我知道双儿姐总是要走的，这里全当是个歇脚处吧，好吗，双儿姐？请。双儿姐，这套衣服是我估量着你的身材，在裁缝铺定做的，你换穿一下试试，看是否合适。
你给我做了衣裳。对不起，双儿姐，自从见到你，我就生出许多妄想。我妄想有一天，准能把你娶回家，竟抓紧筹备起来。先就购置了今天卖出去的城里的那所宅院，就让下人先为你定制了一套衣裳，预备在这里。这虽说是件好荒唐的事，好在你今日总算是要换一换衣裳，还算是用得着。爷，不用，去吧。哎，你进来吧。好，真好。双儿姐，你如何会有这个？这个是秦二爷送我的。双儿姐，可还认识这条汗巾？这原是我的松花汗巾，给了秦二爷。双儿姐，你可明白了？难道是我的松花汗巾给了秦二爷，秦二爷转送给了蒋老板，蒋老板你又把自己的大红汗巾送给了秦二爷？是。可更让我激动的是，秦二爷竟把我送给他的大红汗巾又送给了双儿姐，这真是天意。天意。双儿姐，这汗巾便是定情之物啊！你难道不觉得冥冥中似有天意，让这汗巾成为你我中间的纽带？蒋老板，这不说明什么，反倒是更让我想起了秦二爷。他走了，我的心也跟着他走了。双儿姐，你别难过，我不会逼迫你跟着我。我会帮着你打听秦二爷的消息，一旦有了他的消息，我会送你回到他的身边。你真的会这么做吗？只要是你喜欢，我就喜欢；你不喜欢，我也无趣。可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愿意报答你。我做的不是要让你报答。那我能离开吗？离开？赵府给查抄了，双儿姐还能去哪里？我还有兄嫂都在京城。请你原谅我，你京城里还有亲人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那我这就送你回去。不，蒋老板，你再不必亲自送我，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好，还让安波陪着你，你还坐来时的轿子。这个我想留个念想。你想要回你自己这条松花汗巾？就让这2条汗巾全都物归原主吧。物归原主？
物归原主。蒋老板，你不必再送了。是，不送不送。安伯，哎，给双儿姐备轿，把她送到她兄嫂家里。哎。双儿姑娘，请。七官儿，双儿姐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是。七官儿，我不走了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姑娘可真是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原本是个不胜酒力的，还偏要喝这么多酒，这不诚心糟蹋自个儿的身子吗？自从到了云翠庵，吃着祁玉师傅给你调制的药膳，我眼瞅着你比以前硬朗些了。如今可好，姑娘又自个儿糟蹋起自个儿来了。去，给我针灸。没啦，没酒啦。有。那我自己去针。哎，不行，我偏不让姑娘再喝了。哎呀，我就是不让姑娘再喝了，给我吧。你还跟他们是一伙儿的，你们都欺负我。我若是跟薛姐姐一样，是她家的亲二奶奶，你还敢这么欺负我吗？让你也不敢吧？哎呀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哎呀，谁欺负你了？是你自个儿没那秦二奶奶的命，这又怨得了谁呀？
皇上，奴才把贤德妃给带来了。可有人看到朕来这里？没人看到。可有人看到贤德妃来这里？在这行司，贤德妃走的是暗道。让她进来吧。遵旨。皇上，爱妃，朕让你吃苦了。不怨皇上，臣妾不怨皇上。总是臣妾有失察之处，让小人钻了空子，这才导致小爷没了。臣妾不敢当。爱妃所言确是至理。依朕的猜想，谋害脸儿的凶徒一定是另有其人。多谢皇上为臣妾昭雪。可是有件事情，朕还是要与爱妃商议一下。皇上请讲。朕想在你我相识之时，你恐怕没有想到，朕会成为皇上吧？那时，皇上还是宝亲王爷，臣妾也才只有14岁。可是朕当时就决定了，朕必须成为皇帝，不然，朕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，你既进了宫，想必朕的父皇有许多不可言说的秘闻，你恐怕也都听说了。臣妾不相信。皇上是好皇上，皇上的父皇定然也是个好皇上，绝不会做出弑君弑父、弑兄弑弟之事。可那些都是真的。什么？都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整天都在父皇身边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所作所为。那时候的我不敢与父皇作对，可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，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为皇帝，定然首先纠正父皇犯下的罪孽，让这种伦常惨剧再也不会上演，让朕所有的亲人们永远和睦相处。臣妾就知道，皇上是天下最善良的皇上。臣妾虽来自礼亲王府，可那时臣妾早已是皇上的王妃。朕知道，朕当时就调查过爱妃的底细。皇上调查过臣妾？爱妃毕竟来自洪熙的王府，而洪熙是日后唯一一个有资格与我争夺皇位的人，朕不能掉以轻心。那皇上查得如何？你很清白，绝对不会是洪熙安插在朕身边的细作。细作？皇上还真想得出来啊！朕必得对爱妃披肝沥胆，一五一十地说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。爱妃恐怕才会答应朕，帮朕让这件事情有个了决。不知皇上说的是什么事？